你個 app 一出錯就變白畫面，用家實以為壞咗啦。其實好嘅 app 唔係唔會錯，而係出錯嗰陣識得優雅處理。我哋可以叫 AI 幫手加翻個完整嘅錯誤處理機制。第一，當 API 攞唔到資料，要彈出友善嘅錯誤提示。第二，如果斷咗網，就要即刻提翻用家檢查連線。第三，填表填錯嘢，要清楚指明邊一個位出咗問題。仲有遇到預期外嘅錯誤，要用全域錯誤邊界捉住佢，咁樣就可以顯示一個靚靚嘅錯誤頁，而唔係死機白畫面。另一個重點就係 loading 狀態。等緊嗰陣一定要有動畫，咁樣做可以令用家知道系統而家真係處理緊。如果冇 loading 啊，用家就會係咁撳，搞到重複操作。做好錯誤處理同 loading 就係 app 由能用到好用嘅關鍵。